Hello， 线上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来，哇哦！大家万众瞩目，期待已久啊！终于就要来了哈！哇塞，时间过得非常快哈，我们直接要来迎接了第2届 Lim Ah Boy 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是去年度第1届的这个闽南语歌唱比赛哈，受到很多朋友的喜爱。对，而且呢，我们这个参赛者哇。去年这个反应非常的热烈、啊，是，当然呢，就是反应非常好，节目又非常的好看，我们才可以持续的做了第2届，对不对？是的，那今天呢是我们第2届这个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的发布会。那通过我们今天这一场直播，让大家呢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里可以听听歌，同时呢也可以了解我们新一届的这个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的这个报名的这个程序。是，所以呢，待会我们就要请到我们这个建斌大哥哈，在我们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呢，再来宣布啊，是跟我们的主办人啊，对 ，Mr. Lim Ah Boy， 再来一起宣布说，哎，有什么样的可以什么机会啊，什么样的年龄啊，对，或者是什么样的参赛资格啊，是，而且听说今年度的奖金奖品啊，非常的丰富哦，太好了，是，我是第1位要报名参加的，你已经不能参加了，我们的这个章程有写啊。去年的评判不能参赛哦，是哈哦，所以没有办法，要不然就留着今年继续判吧。OK， 那希望呢，我们所有在线上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大家继续帮我们按赞，帮我们分享。来，请开始帮我们分享起来哈，分享到各大群组、各大网页、各大的社团。那相信呢，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发布会呢，应该会造成一股轰动啊。会吗？啊，因为呢，上一次就已经有超过上百人的报名出赛，对不对？其实，在还没有农历新年的时候哈，我们的 Mr. Lim Ah Boy 已经有在线上的节目宣布说一定会办第2届了。对，所以呢，很多朋友就已经来电询问了哈。哦，然后期待很久了哈，所以呢，大家来，稍安勿躁，已经来了哈。当然，我们主办单位是由我们哪个主办单位呢？就是 Mr. Lim Ah Boy 以及陈建斌工作室，是 Wisbin Production 以及新加坡艺人工会。哇哦，太好了！所以呢，到时候大家哈摩拳擦掌哈，请准备一下哈。如果你们有要参加的朋友呢，大家呢可以开始来待会直接我们直播结束之后就应该可以开始报名。对啊，而且大家可以开始伤脑筋了。哇哦！最难的那一关是什么？你知道吗？哪一关？选歌啊！哎，我不觉得选歌我觉得最难的那一关是哪一关？评审那一关。选歌就够他们头痛了，对，这条也被抢，一条也被抢啊，对吧？对咯，对啊，很多首都想唱，对不对？所以呢，希望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以口传口，以耳传耳，帮我们赶快分享出去，让我们所有的线上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全球可以说是全球了。全球，因为我们这个是全球都可以看得到的节目嘛，对不对？对，全球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是全国来比赛，是，当然我们是全球都可以看到。是，我们Mr. Lim Ah Boy 有一个心愿呢，什么？就是希望来到我们大决赛的时候，今年度的大决赛的时候，我们可以走到户外去，让大家呢可以在现场观赏我们的大决赛。哇，莫非是说要去室内体育馆大决赛？很难讲哦。这里讲的意思是安尼呀？金牌讲哦。金牌讲世事难料哦。是。有些事情就是这么样的巧。对。而且我们呢，相信我们线上朋友，大家都如果有看到我们第1届的话，哇，那时候我们的第1届的最后的大决赛啊，哇，都还请到我们的非常知名的台湾的艺人啊，是这个亮哥啊，还有马来西亚的庄学忠担任评审的工作，是，还有李明阳先生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我们第2届。大决赛会是哪几位？这个可能海内外的艺人一起来当评判哦。对，其实我们已经在伤脑筋了。真的不用伤，我已经口袋里面有名单了。有吗？可以这么快哦？可以分享给你的。OK， 来，那这个时候呢，让大家先来放轻松啊。我们先来听听歌，好不好？好，那首先呢，就由1号参赛者陈浩浩要为您带来的参赛歌曲是评审老师林如萍、许琼芳，请就位啊。
不用，他们不用评我啦。不用吗？没有，他们太有资格来评我的。哦，对，他们要是评其他的，他们两个现在他们的辈分是评建斌大哥的。啊，对，建斌大哥已经不需要评了，不需要评。歌台新力量亚军呢，还需要评吗？哦，是。哦，那是评哪一位呢？那我们就自己评自己吧。OK， 也可以哈。好的，那我们现在就带来这一首歌，那由我来先了，好吧？来，由浩浩来打第一炮。3首歌曲不敌来送给大家，掌声鼓励！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闽南语哦。声美丽的唱声让我心情很轻松，甜蜜的笑容，甜蜜的，错啦 ，Hello， 福建歌歌唱比赛你唱华语的你有啥啦无？哦，是闽南语哈，闽南语啦，不好意思，福建歌啦，好，那个裁判来了，out，裁判讲 out 呀。哦，凹了，我来惊你了。福建的啦，福建的啊。带来这首歌曲《不敌》，谢谢。线上朋友好，评审好。帮我分享起来啊，线上的朋友，嘿。五彩的光线，迷人的音乐，让阮心情真轻松。甜蜜的笑容，优美的舞步，前后左右在摇动。男女对对相相，配合着音乐，声叮叮当当。一边向西，一对向东。姿势是百款，探戈车爱活动，无论是爱慢慢啊转。嘿，五彩的光线，迷人的音乐，让阮心情真轻松哦。甜蜜的笑容。舞步前后左右在摇动，男女对对相相，配合着音乐声叮叮当当，一对向西，一对向东，姿势是百款，探戈车爱活动，无论是爱慢慢啊转。光线，迷人的音乐，让阮心情真轻松哦。甜蜜的笑容，优美的舞步，前后左右在摇动。男女对对相相，配合着音乐声叮叮当当，一对向西，一对向东，姿势是百款。探戈车爱活动，无论是爱慢慢啊转。谢谢，我是1号的参赛者，叫做浩浩。带来歌曲《不敌》，希望所有的评审，还有呢所有的咱的线顶的所有观众朋友，会喜欢我唱这首歌。过来呢，我要唱第2首参赛歌曲《爱人啊带人走》。感谢，谢谢老师。
现在线上有多少人？来，帮我冲一下人数哦。啊，70个人而已哦。冲！离开经3年后，你选有去无回头，真是予人想袂到，心肝亲像放心的菜头，想袂到，你会去对人走，无睬我，感情用这厚，我飘皮无声效，5人青春上苦恼，无情的人，分你是分到老，永远来甲你，惨无到水无流。3年后，你选有去无回头，真是予人想袂到，心肝亲像放心的菜头，想袂到，你会去对人走，无睬我，感情用这厚。我飘皮无声效，5人青春上苦恼，无情的人，分你是分到老，永远来甲你，惨无到水无流。3年后，无回头。想袂到，想袂到，你会去对人走，无睬我，感情用这厚，我飘皮无声效，5人青春上苦恼，无情的人，分你是分到老。永远来甲你，惨无到水无流。谢谢，爱你那对两照。老师，你是赶台赶了伤哇哇，非常之好听。人我这首歌要表现我的唱腔，你知不知？你给我唱腔哦。这首歌都免这么紧着。你给我唱腔。这首歌就是闽南语歌曲。比赛的最好的这个耍花枪的时候，我动嘴你把都拍麻将放枪啊！你给我唱腔啊！我本来想要唱。离开经3年后，你选有去无回头。哇，那照你安尼唱吼，这条歌唱了，我讲那是照你安尼款唱哦，这条歌唱了拄好今暝半暝1点啊。没有，人家这个有转音的，老师打那么快我都转不到。你不要。想袂到，你会去对人走。这条歌你莫安尼转啊。惨无到水无流。喂，哦，对不起，这个是错误示范。安尼开始唱 out。你讲要拗安怎嘞？要拗脚，要拗手啊！你按你款转老师头型啊！我跟你讲，因为我是评审，我需要示范正确的跟不正确的，对不对？好像也是有，我们歌台也是有男歌手这边转到转不回来。你要示范正确跟不正确，你莫等你吼，下一款200个来拢学你安尼唱。我可以示范一个比较不正确的。OK， 来，不正确的来。老师，你等了我一摆，慢唱到多较紧，较慢淡薄，会使无？安尼是正常的。离开经3年后，你选有去无回头。
了啦，搁唱，啊，奥了。啊，我敢唔知倒落去了，啊，我就好马路啊，这个就错误示范。你今天敢若是咧模仿许琼芳？你黑白讲，你爱讲话，不是啦。你有一些会比较这样的一点，就是咬文嚼字比较清楚。哎，好像他就是这样哦。喂，啊，不是啦，没有啦，这个有另一番风味啊，对不对？哦，安尼唱会好听啊，对，你安尼唱会好听啊。我安尼唱有无相的嘛？歹势，我讲一首歌，你是出来要创啊？啊，你三首哦？啊，唱你做变咯？我红歌星呢？你红的哦？真啊？唔是两首就要放工了咩？两首就会使了哈。两首就会使哎呦，了。无啥后壁准备一首《王昭君》要唱讲。你个王昭君呢？阮后壁我还有个人演唱会10条歌。你捌听过福建的王昭君哦？福建有王昭君哦。no，要安怎教？安尼算了，安尼等我后摆有闲再甲恁唱呢。来，不要紧，咱今日有时间，为你咱无限定来王昭君拍落去。这么贵人啊，这么贵人。差不多还800了。今天嘛，今天啊，拜托线上的朋友帮拿一支，线上的朋友拜托帮我分享一下。咯810了，我们分享一下啊，来破1000浩就唱王昭君。来，破一斤。我看你们要唱福建的王昭君。我也要唱。快唱。好啦，我想说我们要请另外一位了，好不好 ？OK。啊，因为呢，在我们的这个第1届呢林良博威的这个闽南语歌唱大赛呢，是我是担任评审。对。那张雄其实他是幕后的，包括了节目排啦，然后导播方面啊，拍摄方面啊，或者是管艾文方面啊，叫他不可以睡着啦，哈，叫他不可以快一点来啦。没有在我的管辖之内啊。对，啊，叫他戴口罩啦。喂。然后那个，而且他最近都常常接触那些确诊人士比较多，所以我们要注意小心他啊哈。你看他今天就很严谨啊，对。啊，口罩第9条啊，我还很陈志伟的很严谨，很严谨啊，严谨。哦，严谨哦。哎，你这讲奇怪，鱼缸那怪怪啊。啊，跟他无恶的关系。对啊，引你去恶的。对，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到的这位呢，是我们的常驻的评审。那么呢，他在每一次呢，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歌唱的比赛参赛者当中呢，也给他们很多非常好，然后非常有力的建议，然后让他们的每一次都在进步当中。对，啊，那讲到福建歌哈，听也福建歌这个闽南语的味道是十足的。哎，真的。他也是来自台湾宝岛。啊，怎么这么刚好啊？对呀。哎，刚才是外出兵呢。你出兵吗？啊，我当作伊是啉金箔嘞，金出兵。金箔嘞。来欢迎咱的金箔柯庆芳小姐来欢迎。许琼芳，大家好，琼芳妈妈。 OK。噔。哦，万众期待嘞！我跟你讲吼，真侪人爱唱福建歌的啦。是。哦，爱万众有期待哈。期待是这刀。对啦，有生出来就有啊，万众都有期待。期待啊，期待。哦，期待。啊，恁真侪人讲吼，头一届。按照你用斜眼给他看。哈？期待，安尼用斜眼，安尼用瞄你给他瞄，你给他瞄。我跟你讲，今仔日我穿这件衫有水无来？我挑工要穿吼，大家看。是，我今日穿这件衫，后生对门口今日当作伊要来 office 上班呢。很好看哦。好看哦！啊，真的哦。为什么呢？天气很凉，拄安尼落大雨嘛，啊，所以我有炸衫来换，但是我到家己啊，吼，今仔敢敢穿安尼是拄好，所以我不会换掉。没办哦。这件衫都无熟悉咧。少年吼，这件衫林建辉捌穿过。不是啊，这件衫拄好，逐摆落雨的时阵哦，伊落雨的时阵，你就会看到这七彩的。卖讲我的代志，卖讲我的代志，咱来讲。这届，咱这个吼闽南语，要讲无闽南语。闽南语。个扒落去的马老母。我咧错老爸咧，马老母。闽南语歌曲第2届的比赛哦，头一届真侪人无机会，啊，唔知安怎报名嘛，吼，啊，唔知讲要安怎参加咱这歌手比赛，好来，拢错失这个机会，错失这个机会，请错失福建话，你错失爱讲闽南语，错失，你是要错掉啊？错失，有我错诶，错失啦，这届咧。那你点啦，也妈一直后边讲话，要讲就出来讲。我是福建老师诶。啊，所以这届错诗知唔知？你著看到一条 K， 哇，迄个诗有无？啊，你著在咩遐甲错？啊，所以这届按照咱来做，今仔日暗夜虽然较晚了，但是就是讲有看的人，你都有机会，你才会知影讲头一日去报名。啊，了解无了解啊？是。你敢若讲甲敢若阮的第2届，敢若一个人会使报名。不是，头一日就是讲哦，要较紧赶细一个。头一日报名可能有红包啦。哦。所以吼，
评判，徛帮评性呐，评判，你袂要讲闽南语。老师什么意思啊？安尼咚咚咚咚是什么意思？不，老师咚咚咚咚是有原因的。什么意思呢？你讲评判就讲评判啊，你唔通评判低到直直咧游。但是呢，评性吼真正真歹做咧，因为咱家己爱唱了袂歹，对不对？无啦，良心讲，你我如平若是来参加，未必咱会举着名。但是我感觉真可惜无可能哦，因为吼。临场的表演，我拄拄唱了2首歌，第2首唱完了，我就感觉真无彩。安那无彩？我安尼这够唱，应该爱做参赛者。无可能，我甲你讲，哼，机会唔是讲你好听，你够唱都会赢。我你讲，这个是有时要看时运的。咱的参赛者偌厉害的，对无？你个会记旧年有1箍无？1箍。啊，入大决赛无？伊早起叫着6点起来买小猪，拜天公，保庇今日互我举头名。真的，就是头名迄个查某。无啦，唔是啦，迄韩国大妈。啊，唔知即届过来比赛才可以来袂？但是我跟你讲哦。我们第一届就发掘很多其实很会唱歌的。对，所以你讲闽南语咩？个讲咩？闽南语。唔是讲要讲闽南语，你讲闽南语，我讲福建话。咱头一届发觉到吼，真侪吼，即个唱爱唱歌的人吼，哇，种真有特色安尼。对，真正有特色。好啦，安尼好啦，安尼即卖。虽然咱袂使举名啦，但是咱今仔日吼，将即个吼，信息安尼传达出。我无举名，我免举名，我举类啊呢。对。好，安尼现在请咱评审来给咱唱歌咯。来，拜拜啊，树香鸡。什么咩啊？拜拜啊，树香鸡啊！拜拜啊，树香鸡，欢迎咱的柯庆芳小姐。欢迎。多谢着好好先生，来一首拜拜树香鸡。可实在人吉的啦吼，恁有甚物款的吼，迄个好的拢总该搬出来就对了 ，OK？ 金条有酒，金条醉，做好茫茫谁也知。凡事着爱想较开，摆摆啊嘛是事啊相机。朋友啊朋友，人情像海水，好歹目一个你，吃亏就是占便宜，计较要创啥物？来干杯，莫阁想过去，这才是漂白的男儿。金条有酒，金条醉，做好茫茫谁也知。凡事着爱想较开，摆摆啊嘛是事啊相机。朋友啊朋友，人情像海水，好歹目一个你，吃亏就是占便宜，计较要创啥物？来啊干杯，莫阁想过去，这才是漂白的男儿。情像海水，好歹目一个你，吃亏就是占便宜，计较要创啥物？来啊干
去，这才是漂白的男儿。拜拜，树相机。每一人的手法无同款，哎呦，多谢恁人的扑啊声啊！但是呢，福建歌闽南语哈，应该呢较注重的就是咱家字爱会清楚哈，就是凹韵，就是那些转音的地方呢，就转的哈比较婉转一点，比较美一点点的话哈，就会加分很多。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把的评审老师按照看哈，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独到之处。OK， 好，来第二首歌，嘛是吼，咱这个福建歌闽南语歌曲比赛吼，真侪人会敬的歌吼，就是较轻松啦，较贵唱的，叫做《浪子的心情》。我当个头家嘛捌唱过，咱的啉阿妹头家嘛捌唱过。来啦！浪子的心情，亲像天边闪烁的流星。浪子的运命，亲像定在高兄的心里。我嘛是了解生命的意义，我嘛是了解佚佗无聊时，我嘛是想要好好来过日子。我嘛是想要，我嘛是想要，用心来做起。啥人会了解，啥人来安慰我心内的稀微。浪子的心情，亲像天边闪烁的流星。浪子的运命，亲像定在高兄的心里。我嘛是了解生命的意义，我嘛是了解佚佗无聊时，我嘛是想要好好来过日子。我嘛是想要，我嘛是想要用心来做起。啥人会了解，啥人来安慰我心内的稀微。我嘛是了解生命的意义，我嘛是了解佚佗无聊时，我嘛是想要好好来过日子。我嘛是想要，我嘛是想要用心来做起。啥人会了解，啥人来安慰我心内的稀微。OK 啊，那个第一名就是你啊，冠军就是你了啊！不敢。来，今天哎呦，
安怎啦？什么代志啦？两个人不要客啊。哦啊，是啦，哈，都习惯了三个人。你别出来要拜你，要介绍你。佢哋介绍啊。听阿妹啊，你做较大牌，要介绍你出来唱歌，对不对？你个哦，出来。原来喏，啊，袂使讲，原来哈。原来安尼啦，嘿，继续呢，咱们来邀请到这位呢，哦，嘛是呢，这个福建歌唱了相当的好啦，相当好。嘿。别啲伊袂使伤忝啦，因为忝都无好了。对，所以呢，今日由伊的阿姑甲伊的老母来介绍伊来唱歌，啊，较亮伊的老爸嘛出来宣布，咱今日所有的节目吼，来，好，欢迎可爱啦，种啥啦？欢迎咱的张雄，要来带来这首歌曲，什么歌呢？站起来了。红顶码头，红顶码头来。红顶码头安怎来倒来走咧？咱的舞台真水啊，看咱有位下骹扑出来哦。来，欢迎张雄。啊，张雄，张雄 ，OK。哎，老师袂赴，我搁行出来哦。来，等下老师好了呢，咱就开始来唱歌，好唔好？来，张雄要来唱这首《红顶码头》啊，头先无讲哦，吼，咱的这个艾文老师啊，老师啊。点么咧？七错六叫，老师你好未？老师啦！好来啊！欢迎咱的张雄。哇！来哦！自头到尾啊，看你看袂到啊，你倒遐啦。咩袂起？谢谢。来，红顶码头。在风顶闪烁的夜景，笑落水面陪海影。江边思念你无心情，明明市顶煞来看，做是红灯。唔通啦，唔通无情。你的心肝唔通遐绝情，误会造成不幸，白白来牺牲，请你着原谅，甲你相惨伤，珍惜5年的感情。花心转意。江边的刺红灯，若无你，我分袂清。在风顶闪烁的夜景。笑落水面陪海影，江边思念你无心情，明明市顶煞来看，做是红灯。唔通啦，唔通无情，你的心肝唔通遐绝情，误会造成不幸。白白来牺牲，请你着原谅，甲你相惨伤，珍惜5年的感情。花心转意，江边的刺红灯，若无你，我分袂清。唔通啦，唔通无情，你的心肝唔通遐绝情，误会造成不幸，白白来牺牲，
请你着原谅，甲你相参详，珍惜5年的感情。花心全意，江边的刺红蝶，若无你，我分袂清。哇，这条歌真好听。喂，伫咧90年代的时阵啊，这福建歌伫新加坡真流行哦。主唱你是啥物人啊？主唱你是单一龙先生。哇，真好听，这首《拜拜也树相机》吼。不是啦，啊，不是咩？红顶码头啦。红顶码头吼。拜拜树相机是头前啦。红顶码头不是为着来写在家里来恋爱。不是啦。哦，有影。这条红顶码头啦。哦。古拜的歌真奇怪，拢总爱唱红顶的。哦是哈。来，刷落来，要来介绍这位呢。哇，咱讲是福建话啊，迄个闽南语是真正好啊。是。即摆咱所有的这个电视台啊，从早起8点、9点、10点、11点、12点、13点、14点、15点、16点、17点、19点，拢是伊咧做螺丝啊。有安尼做点吗？佮个19点去啊。听讲即摆所有的这个螺丝啦，就是螺丝啊，那螺丝啊，你螺丝啦有无？哦，但是连起了后，拢是伊来说话呢。伊的福建话是特别标准的，因为较早伫咧你的呼声，伫咧你呼声的时阵，你呼声，伊就是咧讲下句民间故事。就是咧呼声，甲因翁口去的。喂，对，咱来欢迎咱的林如萍姐姐。欢迎如萍姐啊！上帝朋友大家好。大家拢还袂困吼，莫困先啊！看到咱这节目才会使困。奇怪吼，听歌了会较好困。但不是我会听啥啦咧？啊，怎咧？但不是讲山顶的朋友大家好。山顶 ，OK。山顶啊，线上是听起来真像山顶咧。对咯，应该莫讲山顶啦。臭戏人搞梦想的梦想啊，梦想啊，梦想。因为你去到山顶啊嘛，我去到梦想啊，对不对？啊，你不是小强？小强啊。我咱新加坡讲小强，你咱台湾讲共款。共款。啊，我咱是无共款，我咱是无小强。无小强。咱的这个评子啊吼，你咧这个头一届时阵吼，嘛是做咱的评审吼。是。哇，是后尾啦，后尾。半决赛加大决赛。对，伊的这个半决赛时阵吼，半决赛对不对？半决赛对。半决赛来时阵，哦，伊惊一条啊。安怎咧？我嘛袂记了。每一位拢真够唱啊。是。对，有影。老实讲啦，因为咱人是吼。咱是讲歌星啊，因为咱人唱过歌啦，其他人比赛是讲有的是头一摆来比赛咧，哇，因那成绩真的是袂歹咧。那是无老实讲，另眼看待哦，另眼看待，另眼看待。哦，另眼相看。哇，厉害！哎，各要反应哦，强哦。台湾的嘛，袂晓就食咱咧。啊，你若去叫伊讲，伊就唔是讲另眼看待了。伊是眼睛看台，灵眼龙眼。其实啊，福建话若会晓讲吼，福建话真好听，真好听。佮有真侪款俚语无，咱若毋捌听咧，敢若碗粿鸡大爷啦，吼啊，就食饭用碗公啦，做事就闪西风啦，后来啊鸡捧果啦，挂啦鸡小金啦，对。啊，袂死就牵拖厝边啊，对啦，家己放袂准咧欠卡，家己尻川我咧嫌马桶袂准，啊，佮袂收佮嫌收水裤。大呢，歪脆龟搁要食好米，歪脆龟咧食好米。所以你看，这偌好笑的。后摆咱来规定参赛者吼，都爱讲一句俚语。隆重讲福建话。对啊，对，全场讲福建话。那可能大家都唔敢来比赛了。无啦，这趣味啊，袂晓就学嘛。但是有啊，我跟你讲，有的参赛者吼，可能伊也有唱福建歌。参赛者对啊。比赛人啦，讲甲你文。咱一个，恁像咱拉什么？现在爱参赛落去食咧。参赛者是参料啉，你讲。哦，你讲，你啊参料啉还是参赛？来，欢迎斌哥。讲比赛人就好了，我讲甲你文。哦，比赛人。哦，今仔日按者吼。After 这条歌，这条歌了后啦，这个 English 嘛，这么 After 是啥你妈不会头接出来我们就要宣布这个比赛。宣布，咱我规定讲福建话。宣布，咱宣布这个税节细节嘛，税金，敢爱介绍者，大条件，奖金奖品，哦，这是上重要的，这关键。sponsor 啊，sponsor 哈，sponsor，哦，就是迄个
徛掉的赞助人，徛掉的人，赞助人，赞助人，赞助啦啊，对，赞助。有土豆人，土豆人啊，温有，吼，好，咱先听歌。来听一首真久的歌，真久。徛咧唱啊，倒咧唱。会使倒咧唱的咩？有啊，我有交易互你坐。阮的老大讲，你想讲要叫你用坐唱。唔通啦，歹势啦，歹势啦，会使要坐唱啊！你看。这条歌坐咧唱适合无？哈？坐咧唱适合？你讲故事吗？啊。好啦，这是我徛往码头唱啊！你看咧。啊。家春歌。哦，这样子。好，来听看麦。来。来一首真久，已经真久无唱的一首歌了哈，来一首歌哈。南风啊，对面吹，薄情啊，少年家。阿娘啊，门啊口坐，等阮啊困一个。欢喜准入港，过暝你随也开房，悲伤我来也相送。送君啊，你行船啦！江边口哀，阮去是应该。何时你到我所在，准到你陪着来。江边口三声，实在啊无心情，又甜啊又口声，亲像啊往事声。离远看袂见，只看花尊烟。今日我予我君骗。哪想我哪了恋，一位过一位，好时你来啊作对，目睭看海水，看君你准离开。行船啊真艰苦，受风啊加受雨，车马啊陪菜脯，家翁啊来受苦。行船无奈何，大海啊起风波，运气啊若唔好。生命就会无，船行起就洋，看水我想啊着娘，目屎啊流落去，流落大海洋。望月天苍苍，看水心啊茫茫，有怨啊无地讲，君你啊保情郎，君你啊保情郎，君你啊保情郎。哇，好听好听！行船歌。哇，我上爱听一句。行船啊真艰苦，无穿衫无穿裤，一个月赚5块，一世人娶无某。哇，这会使过，会使过。所以我跟你讲，唱歌上重要是安怎？家己爱真清楚，所以你唔免互人看，敢若你准唱，我知影你唱什么。就是你讲爱听清楚你唱什么，唔免讲看你，你该知影你唱什么。听着清楚啦，我唔是演哦的。不，但是你是客人哦。算个真好了咧，福建话已经真厉害了。对，所以唱歌哦，若是讲你爱比赛，真的哦，
咖喱真重要，对对对，真清爱真清楚。刷落来，咱买唱大兄要甲咱唱歌一个无？对啊。免，你免唱咩？我这唱无人敢比赛。哦，咱袂影响这个比赛。好。哦，你看哦。你来，可能来请一个真重要的人来哦。好，感谢阿平子，哈。感谢。谢谢平子哈。平子，不，这重要人物出来以前，咱就要搬交椅头。因为要请伊上座对不？请坐入座嘛。对。来，阿雄啊，来您啊，来，雄给搬出来。你咪讲要翕刀，再来搬交椅。免啦。哦，免啦。好，来，好啊，今仔日的哦，安尼款吼，哦，会使无？安尼会使。好，我两个坐遮。好，啊，重要人物坐遮。好，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现场的观众朋友吼，是第2届林阿妹全国闽南语歌曲大赛。咱们来欢迎的是这位呢，我哋现在的这个给咱的 support 的这个主办人，伊是主要出力搁出力，搁出规家口。哇，当讲是呢，帮助真侪朋友啦。因为伊觉得真少人举办这个闽南语的歌曲比赛。伊家己嘛真喜欢唱歌啦，嘛真介意唱咱这个闽南语的歌曲，所以呢，咱的第2届再出来邀请伊哦，真真感谢，来欢迎林阿妹，欢迎林顺福先生，来请坐，请坐。哇，咱来请教一下哈。福建话安怎讲？大家暗暝好。大家暗暝好。头一届举办了，我觉得你真欢喜吼。对。你甲你讲，真侪人参加这推广闽南语歌唱大赛。是。所以第2届吼，因为疫情真严重。对。我就唔敢问林老板嘅，爱举办第2届无？因为这爱出力嘅咧。所以是林头家家己讲嘅。伊有一天伊家己甲我讲，伊讲第2届差唔多爱来了。所以真感谢啦。因为大家人是讲疫情很严重，是，惊讲就是出力啊。我蛮歹势嘛吼，因为做生意也无讲真贵啦吼。对。疫情生意嘛是。现在的大环境呀，无安尼好是吧？所以我唔敢叫林老板个出力但是伊是家己自动说要举办第2届，来，该跑个声，鼓励这个。但是咱头一届吼，的这个歌手比赛吼，会当讲会造成轰动呢。真侪朋友，搁真侪吼，咱已经比赛完了，搁真侪人讲要比赛咧，讲要参加咧。对。所以伊嘛是真期待咱的第2届。是。第2届你觉得什么所在要改变一下？就全世界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上严重。是。全世界通货膨胀大家国家的政府上头疼就是这通货膨胀。所以我觉得今年的头奖金顶年3倍8倍今年那提高6倍8倍。哇！听到无？头名6倍8倍现金。安尼我无来去报名袂使咧。安尼第2名咧？第2名，我等多人讲的，我家己无去看。3倍8倍。3倍8倍。第3名？第3名。6倍8倍。6倍8倍。为第2、第3名，让陈大哥决定。头一名我是讲通货膨胀是。安尼有7个咱10强嘛吼，有另外7个安慰奖，一个人500块。对。除了这现金吼，哇，今年朝兴原在是 sponsor 我人。哇，真好！安尼，搁加一个新的 sponsor， 做这个闯入低南的头家阿莫，叫杨明杨总伊 sponsor 头2、3名，搁安慰奖本有，咱来看卖，好不好？来看卖张兄，咱看者，迄个奖品有啥物？哇，冠军就是现金6倍8倍加奖杯1座，搁有下骹看到无？朝兴。哇，这是头奖是3999的价值的这个卡拉 OK 系统。哇，整组的耶！安尼，迄个阿莫，迄个低南是4999哇，4999 Queen Size。哇，你看落海 class 你看39999，4999，搁6倍8倍加起来几多？你讲
哇，加个差不多2万几块是不是？无啦，还袂到2万。啊，无几块643就13。13、4000个。8，差不多14、15、16千几。哇，16千几真多咧。对。哇。头奖冠军。1000多哦。爱参加嘛，就你看节目的朋友，你若需要唱这个福建歌吼，定要来参加。哇，是免哪参加咧？免哪报名咧？等再来讲，看亚军哦，现金3888加奖杯一座，迄个朝兴的是2999，对不对？头先3999，是，即阵是价值2999的卡拉 OK 系统。哇！安尼迄个李楠是23，我看无2388，哇，2388啊，本是第2名。李楠困落去啊！一觉到天亮啊！哦，免惊袂困啊！哦，困了个身体用身体。对。所以第2名嘛，差不多挣10千。哦，安尼咱第3名季军，现金优惠88，加奖杯一座。哦，迄朝兴的卡拉 OK 是1999，对不对？对，1999。啊，迄哈1299。啊，迄个李楠咧，也是1299，相像。所以差不多是3、4、5、6千啦。哦，对，袂歹啦，吼。安慰奖7分，大家人会得到现金500，啊无奖杯啦。但是我会甲阿某的头家吼加价，即2粒枕头，1粒枕头是128，2粒枕头就216。哦，你用每一人能够2粒枕头呀？2粒枕头。哇，太好了！即高级的枕头啊，216加500就是716。7啦，哦，700几块。哇，真好真好。安慰奖呢？哎，吼，太好了。咱先看雷先嘛，吼，现实的代志。对。哦，雷先讲的先。那现实的社会啊。会使讲安怎报名了未？哈，安怎报名 ？OK， 因为这摆吼，咱无拍电视，吼，对，是无拍电视，报纸袂拍，吼，可能无拍，咱通过 Facebook。所以，雷先生哦，头奖该提高的，提高比较实际。是，好，安尼，这是头家的想法啦。对，因为今年啊，比顶年更加闹热，真侪人问，是，真侪人问我，今年咧报名的情形咧章程真重要，咱来看卖，来，这个歌唱比赛的参赛资格，头一条不分国籍。旧年是新加坡人个会使，因为顶年我过做 customer 问那些人，问我参加都袂使，袂使，今年会使了。我两年伫新加坡无转去啊。呀，对，无论你什么国家的人，你徛伫新加坡，吼，你就会使参加。你若有本事，你伫州府爱飞出来参加，本会使，对不对？过来咧，够年龄，不限年龄，不限年龄，不限年龄。一岁，你要唱福建歌就使。哦，无分年纪啊，100岁不会使来。哦，对，你10几岁、10岁，你才调，你本来。对，安尼不分男女了。对，不男不女也可以。有些会使哦，咱会使。没啦，不分男女。为天才嘛，歌唱天才。对。哦，过来就是咱的这个参赛这个歌曲，全部拢爱用咱的闽南语的歌曲。对，你别搞唱广东歌袂使。啊，闽南语歌啊。报名费，哈哈，真侪人讲30块，安尼偏哦，真偏呢。对，哇，30。对，有人问，顶年25，今年安怎30加5块？通货膨胀啊！你通货膨胀，今年所有的报名费都捐给马来慈善机构。对到时我们会宣布。对，所以我们会宣布哪一个马来慈善机构。所以你的报名费是要去做慈善的嘞。对，所以将我秀隆重捐了。隆重。啊，你大家能不能来参加？因为30块，你可以当做好事，可以当做善事，对不对？对。30块可以当博6888嘞。对。哦，真好了诶。真好势。以为比较好啊。来头家真有量啦。对。但是咱的主要目的嘛，希望讲吼，咱的爱唱咱的闽南语歌曲，所有朋友吼，大家拢会当来参与。OK， 安尼落来是啥物？落来，需成交参赛歌曲3首，
沙雕瓜。哎，沙雕瓜啊！哎，你大家吼，这个有在那个手机上面哈，啊，大家可以 screenshot 下来，可以截图下来。哦，头先也本来截图哈，呀，须成交3首参赛歌曲，试音是在线上进行，甲旧年相像。对，免来啦，较安全啊。啊，来正百个人伫手袂使。你报名过吹头。海选哈，到时候我们海选也是会用直播的方式吗？啊，直播啊，要直播出去。哦，好，用 Zoom 啊跟直播啊，所以最后决定评判的决定，评判也是跟去年一样。对，呀，因为比较公平了，他们还活着嘛，啊，就一定要用他们，好不好？就许琼芳跟浩浩，哎，就是评判啊。到了半决赛会加林如萍啊。OK， 报名截止日期3月20号。今日是25号，哦，3月20号截止。25天啊。呀。好，所以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的要这个把握机会了哈。对。好，那怎样报名？报名方式呢？有号码不？哇，这个号码要截图哦。85485066。张兄，你有没有打过？试试看。85485066。哦，那是。未通啊 ，WhatsApp， 这是 WhatsApp 啊，用 WhatsApp 你的什么骨头？你的名啦，名，贵姓？你的年纪啊，你是查甫还是查某的啦？啊，对，性别。你是职业的啊？你是什么职业啦？吼，啊，你要唱什么歌？3首歌。哦，3首。哦，对，啊，个报名费30块。报名费是这个 Pay Now 是什么 number？ 张雄 ，UEN。我们我们会在 Facebook 公布啊，现在不能公布哈，很神秘哦，现在不能公布，好，要稍后会在脸书上公布，好不好 ？Pay Now 的 UEN 号码，好不好？银行的这个账号啊，所以85485066 WhatsApp 进来，你的名、会声、性别、职业，来，大家赶快先拍下来，哈。好，当然呢，我们的这个第2届林苗博威哈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相信呢应该也是会属于我们这一次今年度的空前绝后的一个歌唱比赛。是的，好，因为疫情，你看有谁主办比赛？没有嘛？有声不？很难得哈，对。哎，头家卖无声，你是要不要混了哈？有了，你再讲一下看。无 battery 啦，来真好，来，哇，真好哈，真好，无 battery。早讲到倒去啊？啊，头先讲报名啦，爱什么资料入来哈？安尼迄个 Pay Now 的号码上重要，你能注意咱人的 Facebook 哈。我们那个报名电话可以再放上来一下吗？就放着。报名电话不要拿掉，好 ，OK。对啦，主办这也是对的，是，因为福建歌、闽南语歌啊，真少人主办了。是，安尼有的人惊唔敢来，放心啊，我能比赛的时阵吼会安排得很好，吼，安排到真正好，拢总有照顾这个政府的指导哈，是安全措施下，对，我们不会让那是最重要。对，安全距离啦，该戴口罩你们戴口罩，所以来我们这边比赛呢，下来比如说。试音后初赛来这里，初赛有4场，复赛2场，半决赛1场，大决赛1场，加上试音2场，总共10场。所以初赛每一场是20个人，所以我们不管报名的人有100、200、300、400、500，我们最后选出80个人，是会长，对，80个人4场初赛，开一半。2场复赛就是40个人进入复赛，再开一半20个人进入半决赛，再开一半10强进入大决赛。你大家清楚哈？清楚啊？清楚。OK， 好，那还有希望今年的决赛可以走出户外。对，老板的意思是，可能我们去3代，对，人民剧场还是人民剧场也可以，只要是一个剧场啊。对我们希望不要在这个小，还是这里的也可以。是，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意思，到时候看政府开放到什么程度。是，如果开放到比如说
这个假设啦，我们讲人民剧场是800多个位，它可以没有安全距离全部进啊，我们就对不对？就在剧场了，不要在这边了，是吧？对，在这边不够刺激。因为剧场啊，大舞台、乐队、灯光、音响，对，LED， 好像去年举办，你看，呀，投冠亚季军的，呀，都不是老人啊，冠亚季军都是年轻人哎，是，对呀，所以很意外，很意外。今年的卖点就是不分国籍，对，什么人拢会使来，有些马来同胞、印度也可以会唱福建歌的嘞，很多印度人唱闽南语歌嘞，不分年龄，对，所以很重要。有的人5岁、6岁就在唱福建歌了嘞，对，哦，所以因为上一次就很多1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要来，今年不限年龄呀，所以会更多更多人能参加，不限国际，不限年龄。所以希望我们线上的朋友哈，大家赶快来参加哈第2届林达博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相信呢，应该会哈这个很多的这个朋友摩拳擦掌已经在准备了啊。好，那我们的发布还有什么东西？张雄没有了，就是这样。好，奖金奖品，章程，然后截止日期3月20号 ，OK， 这个报名热线这个最重要，先报名好不好？后面再 pay now， 我们都不要紧。pay now 了之后，你要截图拍给我们看啊，是跟上一回一样，我们才知道你 pay now 了没有。对。然后你 pay now 要写你名字哦，要不然我们不知道是谁。是，好不好？好，85485066，希望呢我们线上的朋友大家都可以一同来参与。那也希望呢这一次我们都可以啊，大家可以再次一起来推广我们闽南语歌曲。是我们再次谢谢。林顺福老板，谢谢推广闽南语歌曲的一个决心，是，对，所以我们有机会嘛，不然下一代什么叫闽南语出现都不会有，是，对，这很重要，是，很重要。我希望我们可以一届一届办下去，10年最少，好不好？好了，那希望大家赶快来报名哦。好，祝大家晚安，谢谢，晚安，拜拜。